再来看苗栗泰安的大陆林道东线，伫苏拉甲海葵风台扫过了后，山壁是有真大面积拢放弃哦，阁有爬山的民众掉伫山林，所以警方嘛去指挥协助民众撤离。小心走，快速通过啊！铁马举咧，赶紧通过，保7中队当咧协助爬山的民众离开。雪白国家公园大陆林道东线5.2公里的所在，顶个月底山壁放弃，落落来夜间是真来，阁真危险。民众无法度通过，赶紧报案。我到他下来，我们2个差点没命。大陆林道东线有3公尺宽，19公里长。去年5月开始，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开放脚踏车通行。警方当日拢总协助27位民众，各有20台脚踏车脱困。现场岩石仍不断掉落，远警依据经验，趁落石稍缓时，边警戒边协助受困登山客包车分离，快速将脚踏车抬过落石处。当日共协助7队27人，脚踏车20辆通过塌方处。宿管处表示，为8月底的苏拉风台开始，大陆林道东线和松木林道就因为雨势伤大，山壁放弃。9月初海葵风台加重灾情，最近的西北雨阁影响抢修的进度。大陆林道东线敢若抢修1/5，松木林道的缩减线、大坝线、大坝80线拢暂停无开放入山。目前大陆林道东线还有松茂林道是崩塌的状况。近期午后雷阵雨，天气不佳，山区常有落石或者崩塌的情况，请各位山友注意安全，不要贸然前进。警方呼吁民众，若要骑铁马入去林道，一定要评估风险和家己的能力。建议会当使用越野爬山车、安全帽、保冷等工具，阁有防风雨的外套甲凉席，嘛爱扎坐船。记者苗栗报道。